好，这件事件，李长迄当阵拄好伫咧现场，伊看到是赶紧报警察。也这3个受伤的人当中，有一个查某囡仔，伊伤势较重，即马是开刀开好势，送去加护病房。警察表示讲哦，这个夜到乌白工杀的查甫人有前科，现搁在犯案，是按照少年未遂罪嫌正办。 现场记录器有翕到伫安全部县区的嫌犯，倒手提刀啊，抬伫路行放学的学生囡仔，伫超商前随机救一个查某囡仔，煞来对伊的胸坎拄一刀。一个安全班的女老师随向前救人，其他学生囡仔看这情形紧走，倒伫对面的李长有看到伊抬人的规个过程。他被人擦伤，我们是有心无力啊，我们。 只能等待救援了。我们不知道，我们不是医护专业，我们也不知道要怎么救援。李长讲，当时伫门口甲林长开讲，听到对面学生囡仔喊休，赶紧去协助。县区的嫌犯先伫超商伤害姓齐的查某囡仔，尾仔姓林的查甫人向前走至，嘛去拄着伤。尾仔嫌犯佫走去超商外拄伤姓丁的查某囡仔。警方随后伫嫌犯住的所在掠着人，不过地方出现这种治安事件，造成每一个人心拢真惊。 我觉得政府这应该要修法啊，像这种啊，不然这种放出来之后是不定时炸弹。嫌犯2015年犯下伤人案，今年3月才拄啊出狱，这届搁伫同一间超商犯案，造成3个人受伤，其中1个会姓丁的学生囡仔胸坎口拄着伤，转往台中中国附医救治，目前喘气血压稳定，伫加护病房观察治疗。苗栗县政府已经启动互动专案，要确保学生囡仔去上课甲放学期间的安全。我不认为这种炸弹很多了，这个五家戏、五家规，我认为也不多了啊。这真的是我认为他心情怎么样报道怎么样，你不可以做这种事。那既然做了，他就会付出很惨痛的代价。警方表示，嫌犯出狱了后，依照出狱人口管理办法，每个月会加强访视。另外，因为伊是毒品代管人口，每3个月拢会验照。这届刷过犯案，嘛当地查清楚伊到底啥目的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